好，歡迎返到嚟我嘅 channel。如果喺香港咧，講到賭博，你第一時間咧可能諗起澳門又或者六合彩。但嚟到澳洲咧，你就會發現賭博成為咗澳洲文化入邊嘅一部分啦。無論你去到邊一個城市 ，Sydney、Melbourne、Brisbane， 甚至一啲細細嘅鄉鎮咧，你都會見到好多賭場、投注中心，又或者連酒吧都有得賭嘅。咁講到澳洲賭博嘅文化背景啊，咁講少少歷史先。澳洲嘅賭博文化咧，其實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殖民時期嘅。嗰陣時啲英國移民咧已經好鍾意賭馬、賭狗，去到現代咧，賭博已經成為咗一種國民娛樂啦。有統計話，超過80% 嘅澳洲成年人都試過賭博，係全球賭博參與率最高之一啊！賭博種類多到你唔信啊！咁喺澳洲咧，賭博嘅種類真係多到你唔信。最常見咧就係有 pokies。老虎機，即係香港人會叫做角子機啊！幾乎每一個 pub、club 或者一啲普通嘅 bar 隔離咧，都會有 pokies 嘅。咁有時你行入去飲杯啤酒咧，側邊就有一排閃閃發光嘅 pokies 機，咁真係好似一啲迷你賭場咁。另外一樣賭馬 horse racing， 咁澳洲人係超中意賭馬嘅。每年嘅11月 Melbourne Cup 咧係全國嘅公眾假期。仲有人咧會着到去靚去睇馬啦、賭馬、飲香檳，咁甚至咧就喺辦公室會停工一陣，一齊去睇賽事添。另外啊，運動投注 sports betting， 咁之前都有講啦，澳洲人咧非常中意體育嘅，咁無論係足球、籃球定係板球，幾乎全部都可以落注啦。咁而家咧亦都好多 apps 啦，例如 Sportsbet、Ladbrokes or Bet365， 你喺手機都可以隨時下注嘅，咁又方便又危險啦。另外彩票 Lotto 同香港嘅六合彩差唔多，但係獎金咧都可以高過1000萬嘅澳幣嘅。咁成日咧都會見到一啲頭條啦，喺某某州中咗 Powerball。Pokies 有幾普遍？如果你未親眼見過 pokies 咧，咁你真係會嚇親嘅。澳洲大概有超過20萬部嘅老虎機，咁當中有一半咧都喺 New South Wales， 即係 Sydney 嗰邊。咁平均咧每200個人咧就有一部機㗎啦。有啲細嘅小鎮咧連戲院都冇，但係 club 入邊一定會有 pokies。咁而且咧就玩得好容易嘅，入去吧飲杯嘢咧就可以見到或者玩㗎啦。我亦都見到有啲人咧食住炸魚薯條，然後喺度一邊撳機。咁有啲人放工就嚟輕鬆下啦，咁結果咧就輸咗成個禮拜人工。咁澳洲人一年輸幾多錢？咁澳洲人咧係全球平均輸得最多錢嘅國家之一。咁根據2024年嘅統計啦，每個澳洲人平均一年輸差唔多有1200澳幣，咁即係港幣大約6000蚊啊！咁呢個數字咧包括所有嘅賭博類型啦，例如 pokies、體育博彩、賭馬或者 lotto。但係最誇張嘅係咧 ，pokies 咧一個項目就佔咗一半收入啊。Kate lost more than $500,000. It almost destroyed her life. She's got a simple solution to prevent others from falling into the same trap. I was using any money that I had access to at that time. Sometimes my pay would be gone within an hour on payday. How long did you battle this addiction for? How much money did you throw away? I lost around $500,000 over a 15-year period. 即係話咧，真係好多人咧，每日都喺度撳機啦，輸少少當娛樂，輸多就慘啦。咁政府點樣可以管理賭博咧？咁澳洲政府咧其實都有做嘢去管嘅，例如每個州咧有唔同嘅法例啦，講明 pokies 嘅開放時間啦、投注限額，而且好多地方咧都有標語去提示 gamble responsibly， 即係咧要理性博彩。而喺賭場啦，例如 Sydney 嘅 Star Casino 啦、Melbourne 嘅 Crown 都有嚴格咧去管理入場嘅年紀，例如一定要18歲或以上，咁仲要每一個人都出示身份證先入場。
咁同時啊，政府仲有一啲 support line 嘅，例如 gambling helpline 啦，俾一啲賭徒可以揾人去傾下偈。咁但事實上咧，賭博仍然係社會問題之一啦。有啲人咧會輸到破產啦，家庭有壓力，新聞都有報導過嘅。但係點解澳洲人咁中意賭呢？咁有啲人話咧係因為天生愛冒險啦，咁有啲人咧就係話一啲社交嘅文化。咁澳洲人咧好多人咧放咗工就已經落 pub 啦，飲杯啤酒吹水，咁所以順便咧就玩兩手 pokies。咁佢哋會覺得係放鬆啊娛樂，唔係真係要贏錢嘅。咁但係啊，呢一種娛樂性賭博咧，有時慢慢變成習慣。再加上咧，而家有 Apps 咁方便，隨時可以落注，所以咧好容易沉迷嘅。所以如果你係新移民又或者旅客咧，又有少少建議。如果你係香港人啊，啱啱嚟到澳洲啦，見到咁多賭場 pokies， 可能會覺得好新奇。但係真心建議大家玩下就得，千祈唔好沉迷。咁好多 club 咧入邊嘅環境好 chill啊，有嘢飲有嘢食，但你要記得喎，呢啲機嘅設計咧係專登令你輸多啲嘅。咁不如咧，如果有時間就去下海邊 chill下，行下山，食下正嘅 brunch 啦。咁呢一啲都係澳洲式嘅娛樂嚟㗎。咁總括嚟講啦，澳洲嘅賭博咧無處不在，由大型嘅賭場咧去到街頭嘅任何 pub 都可以見到 pokies。係文化娛樂定係社會問題咧？希望呢條片咧會幫你了解澳洲另一面。如果你曾經去過澳洲賭場，又或者對澳洲賭博文化有咩睇法，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啦。如果你中意呢一類型嘅澳洲生活片，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我下條片會再同大家講多啲澳洲人嘅奇怪習慣。下次見，拜拜。